嗨，歡迎各位超白友返到嚟娛樂八卦超住港頻道。各位超白友擔定凳仔霸頭位，我係你哋嘅靈魂收割機德哥。今日同大家講嘅呢單嘢啊，簡直係2026年開春以來最 cam、最難睇、最令人想一巴掌打醒個主持嘅史詩級公關災難。冇錯，我講緊嘅就係前 TVB 高層自封自雲大師嘅陳志雲，喺佢自己個 YouTube 頻道訪問香港網絡實況主備組達哥林維害嘅嗰條垃圾片啊！呢條片一上架，留言區直接化身成核爆現場，網民一面倒狂轟陳志雲零準備、老屎忽、狗眼看人低。我睇完真係差點要送入 ICU， 因為尷尬到我全身血管都差點爆裂。今日德哥我就同大家一針見血，毫無保留咁將呢個車禍現場徹底肢解，睇下一個自以為高高在上嘅傳統媒體老遺物點樣喺一個網絡時代嘅真正巨人面前，將自己幾十年累積嘅所謂大師名譽一把火燒晒。等我哋首先翻去案發現場。陳志雲呢個志雲頻道平時自封高級有深度，點知今次請到香港直播界嘅神級人物達哥，成個製作團隊就好似集體中咗降頭咁，表現出嚟嘅水平直逼小學生都不如嘅業餘垃圾。成個訪問嘅重點一言以蔽之就係主持傲慢無禮、零功課，用上個世紀嘅清朝思維去審問嘉賓，而嘉賓達哥就用突破天際嘅超高 EQ、大方得體嘅談吐，一邊忍受恥笑，一邊好似湊仔咁帶住個主持行神級 rescue 全場。兩個人嘅風度、學識、修養簡直係高下立見，高到好似珠穆朗瑪峰對比維多利亞港海床咁大差距。好啦，既然話要盤點，我哋就唔好用埋啲傳統死板嘅1234點列，我哋直接用最直觀、最震撼嘅情緒轉折，帶大家睇下陳志雲呢個所謂金牌主持有幾咁極品。第一個離譜到令我反白眼嘅位，就係最基本、最底線、最冇可能做錯嘅嘢，佢連嘉賓姓乜都可以搞錯啊！人哋叫達哥，本名林維堂。陳志雲一開波介紹人，居然一開口就叫人陳先生，仲要唔係講錯一次，係重複又重複。人哋達哥尷尬微笑，即時澄清我姓林，點知陳志雲仲要死撐，兜句唔知點解，我硬係覺得你姓陳，哈哈哈哈！哼，我真係想問一句，陳大師你係咪老人痴呆啊？你做主持收人工，請個嘉賓上嚟，連人哋姓乜都記唔到。如果今日上你節目嘅係曾俊華，你會唔會一開口叫人曾先生啊？唔係喎，我硬係覺得你姓會啊！呢啲唔係叫幽默，呢啲叫冇禮貌同唔專業到極點。你以為叫錯姓已經係極限？錯啦！仲有啊，佢連人哋讀邊間大學都講錯，話人哋係中大畢業。大佬啊，達哥係港大文學院畢業㗎。最諷刺嘅係乜嘢？陳志雲你自己都係港大文學院畢業㗎，你連自己親生學弟嘅底細都冇調查過，一開口就將人哋踢去第二間大學。最神仙嘅位仲喺後面，個節目組準備咗個所謂金句環節，點知裡面引用嘅所謂達哥語錄全部都係錯嘅。連現場幕後工作人員自己都認唔出啲語錄係邊度嚟，極度懷疑係隨便用 AI 喺網上亂撞，或者求其係個實習生喺一條20年前嘅舊片《宅男的24小時》裏面盲目 cap 出嚟，整天把專業掛喺嘴邊嘅傳統電視台高層做 YouTube 訪問嘅資料搜集，居然可以敷衍到呢個地步，真係笑死街坊。仲有，大家一定要睇嚇陳志雲嗰種刻在骨子裏、散發住陣陣驅風油味嘅過時思維。佢一開口就問打機有咩咁好玩啊？仲有打機會唔會俾阿媽打啊？我聽到真係差點一口血噴喺個熒幕度啊！2026年啊，2026年啊，電競已經係入埋亞運，全球產值幾百億美金嘅龐大產業。達哥作為香港直播始祖 PlayStation， 年年請佢去美國，手握無數大牌廣告合作。陳志雲呢個大師居然仲停留喺上世紀90年代，覺得打機就係不務正業、荒廢學業、會俾阿媽打嘅廢青活動。佢嗰種不屑同嫌棄嘅語氣，簡直好似喺度審問緊一個犯錯嘅壞學生咁，充滿咗高高在上嘅藍血人傲慢。你以為咁就完？最令我把幾火，
睇到想打爆個 mon 嘅係佢完全冇同理心，粗暴破壞氣氛。喺訪問尾聲，達哥非常真誠，語氣十分認真咁分享自己哥哥喺佢人生中扮演長板橋嘅角色，即係好似張飛死守長板橋咁，係佢最安心、最可靠嘅後盾。成個 file 本來非常溫馨、非常感人嘅心情時刻，點知陳志雲完全冇留心聽，仲好似小學雞捉字蝨咁，突然之間好大聲咁哈哈大笑，話吓，你當你阿哥係條橋啊？我當時個反應真係人家在深情表白，你在這裏講毫無質素嘅爛劇，仲要笑得咁大聲咁輕佻，直情係當眾踩踏人哋嘅真誠。網民直言，如果受訪者係傳統歌影視紅星，陳志雲絕對唔敢咁輕佻咁冇口德。佢呢種行為根本就係看人下菜碟，覺得達哥只係個網絡打機仔，所以可以隨便踐踏、隨便玩弄。好，講到呢度，我真係忍唔住要問下大家，到底你哋覺得陳志雲今次表現咁垃圾，係因為佢純粹係老人家脫節、敷衍、冇做功課，定係佢骨子裏根本就睇唔起網絡創作者，專登擺出一個高高在上嘅姿態，想踩低人？覺得係純粹懶散脫節嘅，喺留言區同我打1。覺得係骨子裏傲慢、看人下菜碟、故意零尊重嘅，同我打2。快手打字等我睇嚇你哋點諗。留言打完未？好，我哋繼續落去。呢條片一出，留言區基本上已經變咗陳志雲嘅大型公關屠宰場，大批網民紛紛化身偵探，揪出更多令人 cam 到手震嘅細節。有網民好眼尖咁指出，陳志雲全場嘅身體語言簡直係零尊嘅教科書示範。佢個身體一直向後縮，搓手腳震，成個姿勢擺明就係對嘉賓毫無興趣，極度防備同嫌棄。相反，達哥個身體就一直向前傾，神態自若，坐得大大方方。當達哥發現陳志雲對遊戲文化完全一竅不通，而且不停用主觀偏見設陷阱嘅時候，達哥非但冇當場發爛，仲要好似帶幼稚園小朋友咁，好有耐心咁用簡單嘅日常生活例子，一點一滴解釋俾佢聽。有網民形容得好貼切，成個鐘頭達哥將個節目做到變咗係自己嘅，咁問就答，唔明就解到你明，簡直係神級 carry。更令人憤怒嘅係，有網民拿出1星期前陳志雲訪問小薯茄麗英嘅片做對比。訪問麗英嘅時候，陳志雲表現得極度尊重，全程用對待電影新星嘅高級規格去包裝、去提問，態度親切又溫和。點解換咗係香港直播界教父、影響力大到可以做心靈支撐嘅達哥，待遇就差咗幾萬倍？有網民一針見血咁話，因為陳志雲識撈啊！小薯茄依家大把同荷里活合作嘅機會，佢梗係要奶啦。而達哥平時作風低調，冇公司包裝，陳志雲以為人哋係冇後台嘅軟柿子，咪起勢咁踩咯。呢啲咪就係典型傳統電視台高層嘅老屎忽勢利眼光咯。以為自己以前掌管 TVB 好威水，其實一踏入 YouTube 網絡世界，喺人哋達哥面前，你陳志雲先至係冇人識嘅 nobody 啊！睇完呢個訪問，德哥我真係對志雲大師呢個名銜產生咗極大嘅懷疑同反感。以前志雲飯局嘅時候，你扮到幾咁溫文爾雅，做足功課，點知依家上網真面目直接露晒底，你根本就唔係乜嘢大師，你只不過係一個死抱住舊時代階級觀念不放、思想幼稚而且傲慢到頂點嘅過氣老遺物。人哋達哥幾十年來堅持直播唔講粗口，帶俾無數香港人正能量，佢嘅修養同墨水簡直完爆你呢個所謂文學院畢業嘅高層。你今次唔單止冇起到任何訪問效果，反而好似一塊完美嘅照妖鏡咁，將你自己嘅無知、輕佻、人品低劣同冇口德，原原本本咁喺鏡頭面前展現晒出嚟。睇到你對住達哥真摯分享哥哥係長板橋嗰陣，笑得好似個智障咁，我真係覺得香港有呢啲所謂資深傳媒人，簡直係成個娛樂圈嘅悲哀。你真係應該感到羞恥，同樣係名主持嘅都姐鄭裕玲學下啦。人哋都姐訪問後輩，永遠做足功課，了解最新潮流，對年輕人充滿尊重同好奇心。而你呢，只會喺度用20年前 TVB 式嘅上下把去奚落人。成個訪問充斥住陣陣驅風油同老人班嘅錘，
好，今日呢單嘢喺德哥呢度，炎上指數直接俾最高級別嘅10把烈火，直接燒到你灰飛煙滅。嘿，呢個訪問簡直係2026年最差訪問，冇之一。最後，我要大家喺留言區俾我表態，你哋覺得經此一役，陳志雲個大師招牌係咪已經徹底打爛，可以接埋退休？認同陳志雲應該快啲收皮，唔好再出嚟失魂落魄嘅，同我打一。覺得 traditional media 永遠都係咁高傲，唔好理佢，以後只睇達哥直播嘅，同我打2。如果你係陳志雲嘅死忠，覺得德哥我講得太偏激嘅，你盡管留言，隻抽我，挑戰我德哥喺度等緊你哋。今集到呢度有咩想法，可以喺留言區留言，仲有記得俾 like、訂閱、分享影片。再見，拜拜。